大的舞台上唱歌跳舞，大家很高兴。第一次走出新疆的哈萨克族老奶奶们，她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歌声，会给出彩舞台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。哎呀，哇，盛装哎，好漂亮！大家好，评委老师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我们您好。是哈萨克民间合唱团，我们来自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。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哈萨克民儿大羊毛。好的，请开始您们的表演。Ay kızlar gelinler birleşip sırmak dige.